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10月2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愈传愈大。今仔透早，中国武汉又搁通报一名死亡的病例，目前已经有4个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暗时指示，伊要求在春运的期间一定要防止病毒传出去。中国武汉市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到20暗6点为止，中国累计确诊病例217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遍对疫情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做好防疫工作。目前正值春节期间，人员大范围密集流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十分紧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批示各部门加世界卫生组织合作，防止疫情扩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也随开会，对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工作做全面部署。不过，中国2日透早个新增加一个死亡病例，累计有4个人死亡。将确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全部收治在我市的定点医院，采取1人1医疗团队、1人1诊疗方案。在这么疫情，有关是有很多人传人，刚出来的人甲医护人员是高风险族群。世界卫生组织将会继续关心是不是会发生持续性人传人。不过，中国已经有真侪省传出确诊病例，除了武汉市198例，另外伫北京市甲广东省也分别新增加5例甲14例确诊个案。另外，南韩也公布第一例境外移入的确诊病例，若搁加进前日本的1例、泰国2例，全世界确诊病例数已经到222例。有些有症状，有些没有症状，那有些有症状的非常的轻微，高危险群的，如果是有经验的这个防疫的这个作为的话，他就会把它隔离观察。另外，疑似病例有7例，包括四川2例、河南1例、上海2例，加江西种族自治区1例、山东1例。专家认为，这边武汉的肺炎加SARS来比，当前也有死亡率较低，不过传播力比SARS较强。因为春节假期就要到啊。来当加强边境的检测加隔离，就能有效防止疫情入境台湾。但疾管署讲，若国内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会考虑对流感的病人加检新型冠状病毒。民众去看医生，若无讲旅游史或者是接触史，相关会当罚15万。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台湾并无传出确定的病例，也毋过为着加强戒备，咱的疾病管制署昨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为了防疫，讲伫必要的时阵会来停止喙暗的出口。在10月19日2天，中国武汉就增加上100例新型冠状病毒个案，疫情也传到泰国、日本甲韩国。因为伫春节期间，两岸来回人真多，疾管署伫20日宣布成立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组长刘志豪做指挥官，负责统筹督导各部会，无需要公文来回，以免影响防疫的时效。虽然还是有限度的人传人，但是已经有社区传染的这种迹象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因应我们春节，的确有一些的民众会返回台湾来，那这部分我们需要再进一步的整合各部会的力量，做更好的防治。因为国内怎么也无确诊个案，所以指挥中心定做第3级。如果有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将会立即升做第2级。若是国内出现本土确诊，就由行政院长指派指挥官成立第1级。虽然台湾全面备战，不过外界也是真担心疫情是不是自有很多人传人变做持续人传人。他以前有一些病例呢，并没有在先前就诊断出来，因为他们后期用了一个更敏感的检验方法。那第二个就是说，他的所有的现在所确认的病例，全部跟武汉有关系。如果大家有符合这个旅游史的话，尤其是武汉旅游史的话，可以先拨1922，会事先就跟那医院讲好，让病人看怎么去那个医院，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啊。就这边过年啊，疾管署甲交通部将会伫机场、港口全面提升防疫戒备。
疾管署讲，目前防疫嘅物资能力都已经到位，上近2日开始，至少有5间合约病院有新型冠状病毒嘅检测工具。另外，也杜比外口嘅喙癌4000万户，N95喙癌190万户，若无够用就会停止喙癌出口。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自由时报》。面对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咱国中央掌成立疫情指挥中心头一遍开会决定，只要有去中国佚佗出现企业无通报者，相当会使罚15万。再来看《苹果日报》，台湾的股市昨宏观失去28点，收在12118点。第二年台湾股市是大起2万多点，市值增加6.8兆，每一个股民平均是赚65万。再来看《中国时报》，卡城杨惠如和检调认定有请网军批评外交官所起成的事实，所以予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分案拍算要伫2月14开庭，若是到时阵杨惠如无出庭，就法官基地也是限制出境。再来看台中火力发电厂拍算要新增加2台机组，昨伫环保署来举行第4届的环评审查大会，台中市个彰化县、南投县有3位副县长拢有出席，因是坚持中火4台旧的机组应该退休了。也毋过经过5点钟的会议，最后环评是过关哦。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表示，伊完全无法度接受。请你建立你的倾向。台中火力发电厂要新安装2组的燃气机组，第4摆环评大会也未开始，火药味已经震动。环保团体质疑会议程序正当性。直接讲，环保署长张子敬2015年捌做过台电董事，因为利益回避前缺失，甚至连环评委员也因为捌接过台电相关的案件，必须利益回避。环保团体质疑这届环评委员组成有问题。那么多的委员竟然都跟这个都要回避，那是不是请环保署重新思考，是不是要重聘这些常常因为能源政策或是台电发电政策需要回避的？如果数量是达到这么高的数目，甚至署长都要回避，这样的审核是会让人质疑的。中火计划新增2组的燃气机组，会在2024年、2025年分别提供装置容量，各大约130万千瓦，总计260万千瓦，发电量相当4.7组现有的小拖拖机组。所以，这摆参加的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3位副县长拢主张，4组老旧机组应该独立。先关掉、除以了哈，或者是你拆除4个燃煤的机组，你才能够再加这2个这个燃气的机组。于燃气机组启用后啊，淘汰既有的1至4号的燃煤机组，四部备用机组应该要除役，而且要立即除役。不过，台电讲，除非发生电力不足，若无老旧的小拖拖机组是比例不用。4部的既有燃煤机组要转为备用，也就是说，原则上我们只会运转6部，只有在非空污剂在备转率小于8%、AQI 小于100的时候，我们才会启动另外2部。对着有条件重新启动小拖拖机组，中部县市府团队甲环保团体反对到底，坚持太古换新立场。南投县长林明珍更加强调，若是中央硬要通过，无排除串联中部4县市民众发动抗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这届选书，党内要求爱改革，明仔要举行中常会，会提案来成立改革委员会，成员有国民党执政的15个县市首长、各立委等人。前台北市长何龙斌昨嘛表态讲，伊要参选党主席，希望会使来带领国民党度过危机。2020选举国民党大输，党内开改革的第一枪。第2党主席林荣德提出未来超过60岁中常会全面退出中常会。第2党秘书长陈明忠讲，拜3要伫咧中常会提案成立改革委员会，由国民党执政的15位县市首长、15位县市议员、立委、国家青年家合作专家组成，拍出4大改革方向，展现改革的决心。比如说，过去大家对中常会的组成有意见。那我们是不是来做相关的改革？还有财务方面，还有两岸的论述，还有有一套机制，把年轻人把它吸纳。国民党的改革目标是少年化，党内真侪青壮派也提出检讨两化路线、9二共识的改革方向。
除了新竹县长杨文科加台南县长廖庆玲认为无应该怪九日共识，其他包括金门县长杨振武、云林县长张丽贤等人拢明确表态，希望党内调整两化论述，九日共识无法度得到选民的认同。国民党内的改革的火苗已经燃起，这是一个好现象啊！在改革的过程当中，那希望能够平和啊，也不要造成我们党内的世代对立。我想中央党部会有智库以及跟民间大家互相共同来讨论，取得最大国民的利益以及共识。严哥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伊即马上重要的代志是将新北市推向国际化，对两化论述正低调。不管是大陆，或是全世界的各大城市，我们都要紧密的来连结。罗秀燕讲，国民党要改革，严哥希望莫造成党内世代对立、内部的相残。经历过大选的失败，国民党想要大改变，严哥适人来带头。即马除了已经表态台大教授张亚中，前台北市长郝龙斌昨日的 FB 也宣布要参选，讲未来今年会用2个专心带国民党渡过危机，专心辅助国民党中兴之子，培养少年的接班人。记者综合报道。昨是立法院这届会期最后一天开会，苏家全做院长的最后一天哦，有风声讲伊会接总统府的秘书长的位，也毋过苏家全是讲人事是总统的安排。后一届立法院的正副院长会是谁？行政院长的内阁敢会调整？院长苏贞昌是表示哦，一切安排会来回应民意。一透早就交立议场要主持立法院会，担任立法院长最后一天的苏家全，后一步要往倒位行？外交风声可能出任总统府秘书长，也毋过苏家全无从回公示。不管是哪一个职务啊，只要我能够有机会承担，我都会全力以赴。但是所有的人事的安排基本上是属于总统的一些权责。立法院新会期将伫6月7日展开，立法院两头战也将开始。民进党因为撤出过半占尽优势，目前传出分枪甲呼声上悬，也毋过正大老将尤锡坤无做过立委，如何做过院长，引起质疑。蔡其昌是出面讲话，这毋是大问题。没有担任过立法院立法委员，我想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啦。他过去在政治上的这个资历。行政部门也好在省议会的这个民意机关也好，我相信尤院长都已经身经百战。如果只凭没有担任过立法委员，我觉得这个难不倒尤院长。本会期最后一届开会，未少即将要毕业的立法院第2场翕相留念。行政院长苏贞昌第109年政府总预算通过了后，也到场向立委致意。至于行政院内阁人事，敢是会微调改组？苏贞昌强调会接地气，回应民意。作为行政团队，就是要接地气，回应民意。而世界的局势跟人民的期待都是不断变化，所以政府的政策跟人事也都随时可以调整。立法院伫今仔日三读通过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通案删除246亿，大约1.17%，其中所谓成分10%前的相关预算，经过表决通过，冻结1/10，大约4276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长郭文地甲市政府的团队，目前是伫澳洲的访问。有媒体问市长韩国瑜最近拢正骨力会行市政的行程，敢是因为罢韩的压力？郭文地是讲毋通问伊韩国瑜的代志。针对中国跟缅甸的社民中强调讲台湾是中国的，郭文地是认为只有咱家己会使来定义咱是啥。email 就 enter， 这个 enter。参观芬兰爱戴农博物馆所展示的古典艺术品，过去奥地中央图书馆参访。台北市长郭文特别吸收国外经验，不过也无袂记爱逐工回应新闻的大细事，维持媒体的声量。对高雄市长韩国瑜伫咧春节假期之前，透早去鱼市场关心产销，去互外界解脱，伊想要用实际行动，透帮家己去防罢免的压力。这对逐工7点半就上班开会，郭文特来讲，只是伫咧做应该做的代志。韩国瑜的事，拜托不要问我。我讲了，一般大概每个县市首长在过年前都会去视察那个批发市场嘛。所以老实讲，我们只要找半个钟头的，每天可以省下至少
15分钟在马路上浪费掉的时间了，所以后来发现7点半开会还不错。安娜太太陈培琪伫咧面册批评民进党伫咧操作国家特别灭亡的感觉，这是要怎保家卫国呢？去洪解脱是伫咧替郭文铁2024伫咧铺路。虽然郭文铁否认，不过针对最近中国也有缅甸联合声明，缅甸强调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引起各大条野批评。郭文铁强调，只有台湾有才调定义家己是什么人。我猜缅甸会讲这个，应该是他最近是有拿中国的援助，还是要去代管的？台湾是谁，不需要别人来定义它，这还是只有我们自己可以定义我是谁。厚植国力本来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求生存最基本的条件。民众党头一摆选立委就摕到5个席次，也搁伫咧新竹开红盘，摕到上介多的政党票。20民众党是准备1000粒的包啊，要送给大家吃。新竹是我们大概正南票开的最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又定在那个新竹城隍庙，我们会来送那个包子，然后谢谢大家。入去国会，民众党招兵买马，征求党团的助力，不过开出来薪水3万2起跳，去皇宫比行情更较低。郭文铁表示，伊会请较少人咧，甲每一个人的薪水如何悬？记者阿敏真陈玉水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冷气团减弱是吹偏东风，只有东半部地区会落淡薄仔雨，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好天的天气。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透早西半部的气温哦，嘛是较正低。气象局哦，针对台南以北等12个县市是发布低温警报。今仔透早温度上低是伫苗栗只有8度，中南部地区哦，这2天透早有可能会大雾哦，所以会看袂啥清楚。塞车是爱特别注意，也毋过你是因为冷气团减弱，佮加上环境的水汽是真少，所以回温会真明显哦。北部佮东部的温度会到23度到25度，中南部地区哦，嘛会有26度到28度。也毋过各地日佮暝温度是差真济，所以观众朋友爱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刷来要来提醒，最近有要去泰国曼谷的观众朋友爱特别注意哦。最近当地空气污染是真严重，中昼的时间哦 ，PM2.5的浓度超过标准的2倍哦，所以大家伫路里拢有戴喙罨。市民对政府改善空气污染的效率嘛是真不满。泰国的曼谷这几年每到冬天空气就真歹，8月曼谷的天顶如果是雾雾蒙蒙。毋若是骑乌托邦的人爱戴喙罨，就连一般人出門嘛同款。ใช้ปิดประตูหน้าต่างจะไม่เปิดแบบเปิดโล่งเหมือนทุกครั้ง。根據官方的數字，曼谷有一寡所在中晝時陣 PM2.5 濃度升到每立方公尺95 ppm， 差不多是安全標準的2倍。官員講，這主要是軟空氣甲冷空氣壓佇咧地面，互汽機車的廢氣無法度散開。泰國政府雖然已經開始管控汽車的廢氣，必要時陣抑閣派無人機噴水，不過曼谷的空氣品質敢若攏無改善。上新的民調顯示，曼谷有8成1的民眾認為政府改善空污無效率。ก็คือไม่ให้ตื่นตระหนกยังไงคะคือแบบรอบตัวคือฝุ่นเต็มไปหมดเลยอะไรเงี้ยไม่เห็นตึกแล้วด้วยค่ะคือรู้สึกว่ามันกระทบกับชีวิตจริงๆ。在泰國的中部加北部。有農民燒甘蔗田種地，互空氣更加歹。因過民眾自力救濟，清理塗骹的大葉仔，以免發生野火。要志工佇咧市場噴水罨，囡仔也愛帶水罨上課。有研究就認為，受到全球暖化加強的影響，未來因為長時間的熱溫造成的嚴重空氣污染會愈來愈嚴重。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新聞，咱來看華為財務長未滿洲的印度聽證會，台灣時間今仔透早佇加拿大舉行。聽證會會連續開1禮拜，也毋過中國方面是表示哦，這是一件政治事件，要求加拿大馬上放人。中國華為科技財務長，互人叫做華為公主的孟晚舟，加拿大當地時間20日起出門去發現，再度出席印度聽證會。入去之前，一個向媒體拍招呼。春節快到了，給您拜年。Thank you, thank you。孟晚舟被美國指控協助伊朗避避國際制裁，一個涉嫌詐欺。2018年12月伫咧加拿大被逮捕，中國正不滿，也引起美中加三國嘅政治衝突。美國喺去年已經向加拿大提出印度要求，加拿大就隨啟動印度停輸。
第20个印度听证会进前，中国再度要求加拿大纠正错误，释放孟晚舟。这完全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我们再次敦促加方要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关切，以切实的举措纠正错误，及早释放孟晚舟女士，让她平安回到中国。印度听证会也会继续一礼拜，双方攻防的重点是伫咧煽动犯罪，就是讲美国对孟晚舟的指控伫咧加拿大是毋是构成犯罪行为？根据加拿大法规，嫌疑人就要符合煽动犯罪要素才能引渡。而孟晚舟的辩护律师认为，加拿大无对伊朗实施制裁，孟晚舟的行为伫加拿大无构成犯罪，未当引渡到美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之前宣布退出英国王室的哈利王子有甲王室达成协议了后，礼拜第一场募款的活动，强调讲，因会行到这步是不得已的。根据英国王室发表的声明是讲哈利王子因翁仔某对今年的3月7日开始，就未阁有王子的称号咯。It brings me great sadness that it has come to this. 哈利王子礼拜日为伊所共同创办的服务非洲爱滋病动的慈善团体募款，主动澄清淡出王室毋是出走，而是不得已的选择。Our hope was to continue serving the Queen, the Commonwealth, and my military associations, but without public funding. Unfortunately, that wasn't possible. 哈利王子翁仔某日前突然宣布退出王室各界成员，将伫北美甲英国2个所在大，引起各界议论。后来英国女王召开家庭会议，同意尊重2个人的决定。不过几天了后，北京汉宫发出4部声明，包括2个人将失去殿下身份，不再代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不再属于王室工作成员，所以未当领用伫履行王室职务的公款。伫这个同时，2个人也需要向英国政府240万英镑大约代票9300多万，用伫日前征收身份别种的费用。哈利翁仔某结婚了后，捌讲起王室生活压力以及媒体对因的霸凌。哈利烦恼伊的家后将会走上母亲的路，成为强大压力之下受害者。哈利强调，因为了追求更加平静的生活，才会做出隐退决定。也毋过包括梅根的父亲在内，并不是所有人拢会当接受这款的讲法。They're cheaping, they're making it shabby. Well, they can't lead a complete normal life because of obviously they've got the security, and he's still connected to the family. Whatever he does, you know, wherever he goes, he's still going to be part of the family, and people are going to look at it that way, aren't they? So. 伫失去殿下身份了后，哈利王子翁仔某未来犹原是保有萨塞克斯公爵甲公爵夫人的称呼。专家估计，2个人当年至少有760万英镑，大约3亿台票的慰安费用，终其尾也是由英国纳税人来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际一个非政府的单位公告世界上好野人甲善食人的报告哦，全世界前2000名的好野人，因的财产加起来比全世界6成的人的财产加起来搁较济哦。另外报告嘛显示，查某的薪水无公平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国际非政府组织乐施会伫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开幕进前，发表年度全世界贫富差距报告，指出全球前2153名上好野人所有的财产超过底层46亿人，相当是全世界6成人口的财产的总合。就男女薪资无平等的状况比以前更加严重。伫全世界前22好野人，包括比尔盖茨、亚马逊 CEO 贝佐斯，因的财产是超过全非洲女性的总合。就全世界贫困的查某囡仔、无薪水的工课，每工加起来是125亿点钟，为全世界经济贡献至少10.8兆美金，是国际产业的3倍。Is really the unpaid care work of women, and that needs to change. They need to get decent wages, a living wage. 乐施会印度总部的执行长古一日来讲，伫咧印度的妇女每工开17点钟提水、煮饭、订这款工作，甲好野人的生活根本就是天甲地之间的差别。On the one hand, you see the billionaires who are all assembling at Davos with their personal planes, personal jets, super rich lifestyles. 肯亚的首都奈洛比伫进前就出现民众抗议贫富不均、加气候变迁的游行。像这种情形，伫咧全世界30几个国家拢有。Ya maisha ya kijiji nayo ni ngumu, ni kupambana tu. Mimi niko na watoto wawili ma twins,
na pia ile pesa tunatengenezanga kwa siku。另外，董事会也建议各国政府投资国家照护系统，挑战性别歧视，推出保护看护者权利的法律，呼吁爱终结极端财产。各国政府伫咧未来10年，对全世界护养家产爱扣税增加0.5%，改善贫富不均，并且把这寡钱用伫咧教育、健保的领域，创造1亿1700万的工作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非洲，最近是真无平静，东非出现25年来上严重的虫害，造成农作物损失是非常严重。另外，奈及利亚是有人想要偷摕油，所造成油管去破气，引起火灾，上无造成3个人死亡。大火伫远的所在一直烧，也传出爆炸声，消防人员摕着水枪往导火点钻。非洲国家奈及利亚19暗时，国家石油公司发生输油管破气，引起大火。火炭烧到附近的民家甲车辆，互真侪人紧急走出厝外。People they run. Where this thing happen? Where we just go near there, like you just say, they say people thief fuel, people they thief fuel, and it cause all these things. And they don't use their own cover many people. If you reach down, many complexes don't burn. Many complexes don't burn. They don't burn people car. They don't burn many trucks don't burn. Like 20 trucks don't burn. Many people don't die. 奈及利亚是非洲第一大产油国家，近来几啊摆的火灾大部分拢是因为贼仔想要偷油，破坏油管造成的。这摆详细导火原因，石油公司要爱进一步的调查。同款发生伫非洲的，也有草莓亚虫害，肯亚东部各国出现了25年来上严重的草莓亚灾害。This year we have lost our land, we have lost our forage. We thought we shall be stable for the next coming 4 years. But this time, now you can see this tree is already cleaned. All these ones are cleaned. The grasses and the shrubs below them are also has been destroyed. 当地官员表示，目前过境的草莓亚有16斤，属于山毛草莓亚，是被认为上危险的草莓亚物种，已经陆续侵蚀索马利亚、伊索比亚、苏丹等地区，造成数十万英亩的农作物受害，和原本就欠粮食的非洲国家更加害。南苏丹甲乌干达的部分地区，真可能就是刷落来爆发虫害地区。肯亚当局也紧急以人力加军机喷杀虫药剂，希望会当控制消灭草莓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美洲国家巴拉圭甲巴西交界，伫顶礼拜发生有80外个人为家家逃走的事件，结果警方是发现讲家家内面有一条地下道，也毋过巴拉圭方面是认为这是家家的管理人员调故意甲人放走这个通道只是假作逃走的证据尔。发生大规模盗假事件，家家位在巴拉圭东部的小城市佩蒂罗奥安卡瓦列罗。行了几分钟就是巴西边界，这个所在除了以真俗的电子产品贸易出名，也是南美洲重要的跨国卖毒路线。1993年，在圣保罗创立，号称巴西上大乌邦首都第一司令部 PCC， 在这地区也是相当活跃。因此，出代志的家家归了真侪牵涉卖毒甲暴力犯罪的 PCC 成员。美联社报道就指出，盗假的70外人内底，以 PCC 的帮助为主。Cuando nosotros, como le digo, lo nosotros hicimos fue irnos esta mañana a ingresar en ese pabellón y efectivamente todas las habitaciones, más bien dicho, todas las celdas estaban abiertas. 警方也发现200地图甲一条乌虎的地图，宽度甲宽度差不多60-70公分。也过巴拉圭内政部长阿泽维多认为，这地图是用来骗人的。多数盗假的犯人是家家方面开了大门，或者犯人伫光天白日之下大大方方行出家家。主管甲前的司法部长德基利亚贝瑞斯有是下令，家家对顶校长以下所有官员、警员全数解除职务，并且收押等待进一步调查。法新社在2013年6月报道指出，巴拉圭甲巴西边界无论是陆地也是空中，拢欠缺巡逻监控，包括警方这执法单位贪腐真严重，甲乌邦交界也是常常有的代志。在这种接近无政府的状态之下，拥有2万到3万人力的超级乌邦 PCC， 就将最边界地区掌控走私卖毒，政府当作无看，而民众感觉真惊的黑暗势力。记者综合报道。过年休困要出去佚佗，宠物无人通斗相共照顾是真袂放心咯。其实伫台湾早就有宠物旅馆这种服务，即马伫中国嘛非常的时行。今年的宠物旅馆伫中国早就拢互订满满咯。伫过年的时阵，真侪中国民众也会登去厝诶甲厝内人团圆，不过厝内猫狗无人照顾要安怎？
不要紧，宠物店有提供寄宿服务。这是伫云南省昆明市一间宠物工作室。离过年还有一段期间时阵，因有约的电话就接到手软未付的接。基本上每年的快接近临近春节前20天左右，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寄养的预定。现在基本上像我们这边的话是90%的笼子都已经是预定完的。头家讲，饲宠物的人愈来愈多，伫春节期间工作的人煞变少，和假期的宠物寄宿服务需求增加。除了替主人照顾因的毛小孩基本的生活，也怪照人客指示配合宠物的习性，提供客制化服务。平时的话，像我们的会员的话呢，10公斤以内的那就40块钱，10公斤以上的是60。就是春节正常放假的7天的话，可能有10%的这个上浮吧。不过，收的动物多，卫生问题也要注意。业者讲，因会逐工消毒，也要求主人提供自有放射的记录加疾病史，避免互相去感染到。各种挂保证，就是要让主人放心，暂时离开因的毛小孩去度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已经8个月了，即马又话每一天拢有活动，昨又搁发生冲突。香港的警察讲民众听装啊架用有色的枪支去弹大楼，要求集会停止。警方嘛又搁使用催泪弹来对付民众，嘛甲集会发起人拢抓起来。中联办主任伊嘛伫《人民日报》讲外口的势力长期影响香港，破坏一国两制。香港反送中运动虽然多项条例被撤回，不过民间冲突并无完全停止。新任中联办主任罗慧玲20日伫《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除了坚持一国两制方向正确，若讲国家安全体制机制长期欠规，外部势力就会渗透迫害，冲击一国两制实践。罗慧玲强调，北京将支持港府以香港长久治安甲香港人的基本福祉为依归。也不过前一天19，香港又原发生警民集会冲突。警察将示威者压伫涂骹，也提出棍仔甲喷雾。19下昼，立即民主政改，若无停下制裁集会，尾暗4点外，被港警以民众伫马路等增加甲拆弹，将大楼外壁弄垃圾回球，停止集会。而家個抗爭，我哋係香港人，繼續係爭取呢個5大訴求，缺一不可。警方伫中環縣仔東路灣頂地攔查過路的人，未少少年人被壓上警車，也閣有烏衫人伫往甲緊站脫路。防暴警察也對記者噴胡椒噴霧，連遊行發起人也被逮捕。Rally is to ask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launch sanctions to the Hong Kong Communist government if they refuse to grant us the right to elect our LegCo members in 2020 in universal suffrage. 主办单位估计至少有15萬人上街，若毋是警方無理停止集會，人數會更較濟。警方表示，高峰時大約有1萬多人。港府對部分集會人士要求外國政府干涉香港事務，甲實施制裁，發聲明表達遺憾。記者綜合報道。來看中國去年底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為理由，加20外公民甲人權律師抓起來目前各有人失蹤。台灣的人權團體昨日開記者會，批評講習近平上台了後，中國的人權是大退步，呼籲國際社會做伙來聲援，來救出這個人。伫美國甲台灣的人權團體時行連線，中國人權律師丁家喜的太太羅勝春。指控先是妨害無的罪名，家屬完全無法度處理。這次被捕有如土匪綁架，如今20多天過去，依然一無任何法律文書，2無任何犯罪基本事實，3無律師會見權利。自去年12月2日到今，包括丁家喜在內5位律師甲15位公民，互抓互傳喚被失蹤。敢若因為去年底的私人聚會，互懷疑煽動要變國家政權。在過去，江澤民、胡錦濤時代能夠有一些有限的空間能夠行動的這些力量，都受到全面的清洗。已經封關超過2年的中國人權律師吳文生，太太考驗嘛佇北京東部死刑。伊講2年多以來，律師甲處理的人無法度見到吳文生，法院有期無判。所以我請求大家幫助的事情是，能夠明確的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停止違法和不人道的超期羈押行為。
本来应该是甲民众斗相共的律师，嘛变做防非法掠的对象，防指定监机，无应该有的司法救济。民间司改会董事长林英雄批评中国政府的作为亲像土匪，本身都被非法的逮捕、逼供、酷刑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超越人类能够忍受的范围，简直是土匪了哈。几类人权团体表示，中国人权全面退步，佮想要甲国际宣示重视人权。伫中国举行世界律师大会，因此徛出来声援，毋是无适合的代志，嘛透过游说等等的方式，互其他民主国家注重这件代志，而且发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过年提早一天放假哦，本地2月15补班无补课，也毋过因为家长爱补上班，所以即马决定讲本地无需要补课，高中以下学生教育部嘛决定讲，甲6月30日课提来2月15来补，也毋过嘛引起真侪老师是真不满。20号是国小休业式。3月开始休寒，也毋过今年的农历春节提前到小年弹性放假，只是拄到高中以下学生休寒期间无需要补课，却互家长真困扰。补班无补课，亲子作息无共补。教育部日前召开咨询会议，决定将6月30日的课程刷到2月15，却引来基层教师集体决策错落。一般来讲，我们的课程计划都早就已经定好了，而且其实也都要求我们学校一定都要照着课程计划来走。可是，在这么紧急的情况底下，要求所有的人就要照着这样子的行程安排来做，其实对学校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困扰。工会批评学期结束前政策大细翻，更较积极。国小建立学生一开学连上5天，其中还有2个规工班，恐怕影响学习成果。高雄市教育局表示，配合中央指示，也发文学校，各校会当决定毕业典礼提早1天办理。明年要放什么假，什么时候补班、补课、不上班、不上课，这些早就都定出来。那教育部其实可以及早因应，老师可以就这个部分来观察一下低年级的小朋友，在1周5天，然后2月15日那一天可以弹性的自主规划他的学习内容，那避免让他的这个学习负担呢可能会有过重的情形。工会认为，并不是袂当同理亲子作息同齐理由，也毋过基层教师真歹接受的，就是教育部找教育团体甲各县市教育局开会背书，拢是为了要暗藏决策如此。更加呼吁，若重视亲子作息同齐，5一劳动节也应该互学生同齐放假。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物件又搁起价咯，有一间卖水饺、蒸饺的连锁店哦，因一粒蒸饺哦，就起5角到8角。某饮料店讲哦，过年后有可能会一杯搁要起5块。所以业的头家麦当劳撒限量的商品，下真侪民众排队来抢。啊，不过真侪消费者反映讲，麦当劳的价销是愈来愈贵。住澳洲1个小时是19块澳币最基本的，然后19块澳币我们那边可以买2个套餐，还有剩下钱。可是台湾如果以它上面1个小时158块的话，一个套餐有些可能就会贵一点点，所以1个小时等于1份，是台湾比国外贵一点点。其实连锁素食店伫咧大选之前就已经宣布要调整价销，包括肯德基平均起要3.4%，单点套餐是起3块至10块，麦当劳套餐平均是起1.1%，部分的餐点是起1块至5块，啊，毋过嘛有部分经典的胖狗肉有降5块。规个过年进前，餐饮价销已经开始去起价，北方分级的蒸饺对1月12日开始，每一粒起5角至8角。5星级饭店自助餐，像讲台北君悦酒店开会后，汉来海馆餐厅都已经小连续来调整价销，是起3%至8%不等。小吃店呐，都是5块钱、10块钱在调整，我觉得是涨太多了。另外，连锁手吃地饮料店嘛传出讲，旧历过年了后要起价，包括50兰、清心福全、COCO 部分地区，像讲中南部饮料价销的部分会来起5块，预计3月7日开始。这个都一涨都是10块钱，都已经超过这一些的幅度。很多他们业者可以做这个内部改善的部分呢，他应该要自行去吸收了。那等于说他这样的一个涨价呢，也只能反映出什么？业者就无视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权益。旧历过年了后，物价调整，业者拢是用日历成本增加、反映成本来做理由，啊，毋过起价敢是有合理。消保会呼吁公平会来调查，敢是有业者趁机会来碰价，或者是联合起价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劳动部昨展开过年安全联合检查哦，北部的邦桥转运站伫职业安全卫生方面，都有8项违规，劳动条件有6项违规，其中上侪就是无照步来互员工休困。
没有再超过7天，仍然继续要？都是周休2日。都是好，周休2日。一个问驾驶感受正常休假，客载人员摕手电仔对车外len仔的台压、台门到车内紧急出口甲导向设备详细检查，又过几工仔就是旧历春节啦。劳动部的春安检查对这个月初3开始会一直到2月。结果0号。其中酒测是踏抓出境进前一定爱测的项目之一。劳动部兵分3路，北中南3地同时检查。北部的邦桥转运站伫职业安全卫生部分，拢总有8项违规，1项开发。另外7项是通知限期改善。有关于劳动条件的部分，有3家违反，总共违反的项数有6项，以工时过长那么为最多，有3家。那么劳工每7天有1天没有休息作为例假的，总共有3家，每项可以处罚2万到100万的罚款。劳动部嘛表示，业者阁有提诉的机会，安全卫生的部分爱限期改善，若是阁再检查阁无改善，就会开罚。消基会嘛对去年12月12日开始，对百货公司大卖场进行安全调查，结果发现有将近50店家无避难导升路线图。另外，消基会阁点名有名连锁卖场违规特别严重。我们呼吁这个家乐福呢，应该好好的重新检视一下所有的逃生的路线、设备，还有安全门的它一个开关的一个装置，是不是已经符合法规了？另外，消基会嘛提醒民众，过年期间若是去百货、有大卖场发现有违规的情形，会当随甲店家反映，也是甲主管机关检举来保护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飞行线又搁出代志咯！昨下晡南投埔里有一个细过查甫人哦，亲像飞的高度无够悬，就降落伫市区的空地下内面，身躯有真侪所在拢受伤，好佳在是无性命的危险。中央虽然有飞行线相关的辅导办法咯，也毋过因为无处罚，规范了嘛无够详细，所以提出问题是真侪。飞行线工作归桥，赶紧甲受伤的查甫人送病院，好佳在干那骹肉甲腰脊骨来受伤，无性命危险。它是飞行伞，然后坠落，大概高度是5楼高。查甫人讲家己有飞行的经验，迄天感觉讲悬度无够悬，选择别降。啊，毋过飞行线出意外已经毋是头一个，像讲伫咧南投虎头山，2018年10月份，都有人摔落来死去。拄2015年到今，已经造成7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屏东县政府表示，除了成立飞安会，嘛会对人员甲场地有要求，啊，佫有爱有专业教练陪飞等等的规定，发出第1张合法张证。啊，毋过其他县市表示，目前相关会计甲法官无够，无法度处罚或者是规范场地安全，希望讲中央订定专法。其实中央的一些法规上，事实上都已经有订定相关的规定。那但是就是因为地方的话，其实他在第一线，他可以更了解说，他这个所属的这个无动力飞行场，他可以有什么要特别要再去注意或是要去强化的。体育署表示，各县市飞行场的条件拢无同，体育署将拟定一个全国统一的规定来用，目前会辅导地方政府订定自治条例，用许可的方式来管理，提供更较安全的飞行场域。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市公所甲囡仔耍的公园是大大改造哦。最近彰化县头一座全开放的儿童公园哦，就开幕咯。囡仔是伫内底耍甲真欢喜，咱做伙来看卖。囡仔真好奇，对另外一边软过蹦空。这是彰化第一座全开放式的共用式儿童游戏场，才打开幕，就请真侪家长带囡仔来耍。对共用式的全新游具，唔那是囡仔，连大人拢感觉真新奇。小朋友都可以来玩，然后亲子也都可以一起来这边同乐这样子。然后老人家其实旁边有一些规划一些老人家可以坐的位置这样子，我觉得也蛮适合老少咸宜啊。安尼哦，较袂垃圾啦，较无风飞沙。隔壁迄个安尼，拢风飞沙无走佚佗啊。彰化县这几年推设共用式游戏场，不过之前拢设伫国小的校园内底，但是校园上课的时间无对外开放，所以彰化市公所开840万，改造旧的儿童公园，互民众平常时啊，就会当带囡仔来佚佗。不过新的游戏场才打启用，大人囡仔就可以甲吵，真侪人无遵守使用规则，甚至互游具超载，恐惊会造成意外伤害。好的游戏一定要大家共同来维护，那大家要发挥公德心啊，不要太多人啊硬去把它挤上一个游戏，那也会造成破坏。
彰化市公所表示，各项邮局边仔拢有放告示牌，清楚标示使用方法，各有人数的限制等等的内容。初期的派志工去现场加强宣导，嘛呼吁家长除了带囡仔来耍，嘛要甲教导培训囡仔遵守游戏规则的责任做好。另外，嘛请警方协助处理交通乱象甲排档的问题，打造更较好的游戏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市十六股地区哦，有一间169年历史的地成宫的庙哦，内面的古董拢超过100年啊。花莲县文化局嘛邀请专家用红外线来侦测，要来鉴定这个古物，希望会使来加强管理这个古董。摕红外线侦测仪对身上也是摆变大约3分钟，收测无标物的内部数据就会显示出来。亲像是这边灵旗顶悬的文字，就是咸丰元年所写的。这两尊延平郡王历史冇100多年。像令旗这个地方一些书法墨迹的话，它可以显现出来。X 光的检查，确定这个神像它内部的结构是纯木头呢，还是里面有放东西。为着要甲花莲延平郡王庙古物做鉴定，文化局利用春节进前的摒扫时间，委托文书专家来鉴定。透过红外线侦测身上内部，除了会当检查敢有损伤，佫会当发现内面的宝物。五宝所谓我们所讲金银铜铁锡或者一些宝石类的，另外有些要增加它的灵力、它的神威。所以我们会放一些，比如说像是虎头蜂啊。文化局强调，这文物资产保护法这挂古物伫完成鉴定了后，会分做国家级也是县级古物，因为真有价值，爱辅导庙方加强管理维护。将近170年的神尊事实上没有几个人知道是哪一尊了啊。那么今天公开之后，当然我们会加以谨慎的来一个管理维护了。花莲延平郡王庙是供奉开大圣王地成宫，1878年由16位先人来花莲开垦，而且去延平王庙做地方信仰中心。透过检测古物，会当予现代人来怀念先人开垦的辛劳。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连续2天，嘉义布袋有一个沙坡地，有民众发现讲有12只乌面腊八拢倒伫沙坡顶头哦。医生是判断讲，这应该是肉毒杆菌中毒，嘛已经有7只死亡咯，有可能是乌面腊八去食着烂去的鱼仔，所以中毒。时仔天未开，全身变软，无法度徛起来。乌面腊八倒伫嘉义布袋嘉南大桥北面的沙坡顶面。18号，民众发现有2只乌面腊八倒伫顶面，隔天数量佫较侪，一口气发现有10只。连续2天，同一个地区乌面腊八出现无正常的状况，引起注意。前天跟昨天总共有12只的迄个捕捉到12只，还有1、2只它还会飞哈，所以代表。伊本身就是无这个肉毒杆菌感染的影响。紧急送医了后，兽医初步判断是肉毒杆菌毒素中毒，注射抗肉毒杆菌的毒素血清救治，其中7只死亡，5只观察中。通常黑面琵鹭中毒事件，一般是吃到腐烂的鱼尸，可能带有肉毒杆菌毒素的这个鱼尸哈。那但是经过我们巡查人员去做巡查之后，那发现地点的周边没有任何的鱼尸，那因此推测有可能我们当地并不是第一现场。农业处指出，肉毒杆菌是土壤内面常常看到的细菌，研判乌面腊八是食到烂去的死鱼仔中毒。不过巡查现场并无发现死鱼仔，可能不是事发的第一现场，因为乌面腊八是要接近绝种的保育类野生动物。伫嘉义地区过冬的族群超过600只，发生中毒意外了后，县政府特别重视，已经加强清查巡护，要减少乌面腊八佫出现死伤的状况。记者李小文、赵冠嘉义报道。国家卫生研究院甲3军总病院做伙研究，发现讲肺癌病人的血内底的虎皮酸哦，是正常人的1倍外。这嘛显示虎皮酸会当来当作是鉴定癌的其中一项指标，这嘛是全世界头一遍的发现。癌症已经连续37年排国人10大死因第1位，其中是肺癌上恐怖。107年有9300多人因为肺癌死亡。国家卫生研究院甲3军总病院合作研究，针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检体进行检测，结果发现患者血内底有虎皮酸的高度是比正常人悬1.8倍，显示虎皮酸的高度甲非小细胞癌肿瘤的发展有真大正相关。癌细胞利用分泌这样的琥珀酸，使得正常细胞原本是免疫细胞会去毒杀肿瘤细胞的，反而
会借由癌症细胞的分泌，让正常的免疫细胞变成帮助癌症的一个细胞。研究团队发现，细胞癌会释放可必酸到肿瘤微环境内底，而且活化可必酸受体，把原本应该对抗癌细胞的免疫巨噬细胞，变做对肿瘤生长有帮助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另外，研究团队佫发展出抗可必酸单独抗体，伫肿瘤鸟鼠实验中证实，注射了后会当有效控制肿瘤生长甲转移，8礼拜了后存活率会当到100%。癌症把它释放出来，那我们想办法把它拿掉，那当然就接近于正常人的健康人的一个生理状况。研究团队表示，除了肺癌，其他亲像胰癌、前列腺癌、大肠癌等等，嘛释放血清可必酸，未来希望会当做癌症诊断生物标记。而且这项研究成果当伫美国申请专利，未来希望会当进一步开发做癌症的药物，让更较侪患者受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长江过去10几年来，因为鱼仔掠伤济、污染、佮水坝等等的破坏生态受到真大影响。最近嘛有研究指出已经生活伫长江1亿5千万年，地有证中国咸鱼已经绝种了。这只长超过2公尺的鱼的标本，是世界上上大淡水鱼之一的白鲟。这种互人叫做水中大頷鸟的中国特有种生物。主要生活伫中国长江的中下游，已经伫当地存在超过1亿5千万年。不过，伫过去几60年来，因为人类掠过头、高破坏栖地行为，造成白鲟强要消失。生态恶化也造成其他鱼类大幅度减少。厦门那个3层水的话，一天要打几百斤。但是往大起的话，打一网的话，像水蜜子啊等其他种鱼的话，是像火花能够钓起串的。现在的话，一天嘛几斤4大斤鱼。自今年元旦开始，长江盆地有332个保护区未使掠鱼，了后近邻范围也扩大到所谓河道加主要支流。在禁渔期内，禁止一切生产性捕捞，所有的捕捞行为都是非法捕捞行为，并将从严从重给予打击。有关单位讲，会协助受到禁渔令影响的28万渔民找头路加安置，也会提供就业训练加资金补助等服务。专家讲，相信禁渔令会让互长江恢复原有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经济会议21到24会伫瑞士举办，今年是用团结甲永续世界利害关系这为主题呼吁来参加的企业爱答应伫2050年无碳排放的目标。已经是举办第50年的世界经济论坛 WEF， 今年的新闻重点全部拢是气候变迁真要紧的部分。出席的名单佫以美国总统川普，佫有瑞典17岁反气候变迁运动人士格瑞塔桑伯格，互注意的部分上侪。这是自从去年9月份纽约联合国大会了后，这两个伫咧气候问题见解有无共意见的领袖，头一届伫同一个场合来出现。Now we are faced with an urgency. We see a window for action clos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put so much emphasis on the issue of climate during this 50th anniversary. And we put the emphasis not only in words but in action. 另外一方面，对世界各地关心气候变迁的民众，嘛就伫咧瑞士的街仔路来示威，表达因的诉求。桑伯格甲几啊在个气候运动的人士，伫咧街仔路的活动中，呼吁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全球领袖、企业啊，佮有组织，随停止对石化燃油的投资，啊，佮有开发佮采用。We are now in a new year, and we have entered a new decade. And so far, during this decade, we have seen no signs whatsoever that real climate action is coming. And that has to change. 桑伯格这场伫咧瑞士举办的礼拜5拼未来的活动，想要1万人来参加，而且游行的队伍嘛，甲路上的街仔路整甲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天气今仔冷气团今日是吹偏东风，只有东半部地区会落一寡雨。你是温度的回了真明显摆个嘛是爱特别注意你个mê温度的变化。这回来看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25度。
中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华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2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